如果你喺香港發覺你自己同香港社會格格不入，咁你好難喺香港生活得健康。40歲未到，你係肯定唔注重口腔清潔，所以孔子係一個好識飲識食嘅人。嗱，今次就同大家介紹下儒家嘅養生觀。未講呢個題目之前呢，我先想同大家講下咩叫做健康，因為山金養生智慧係好重視健康嘅。咁啊，對於健康呢，喺1989年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曾經列過點樣界定何為健康。原來佢哋將健康咧分為4樣嘢，一個咧叫做軀體嘅健康，另一個叫做心理嘅健康，第3樣係社會適應良好，第4樣嘢就叫做道德嘅健康。嗱，其中以社會適應良好嚟講呢，其實好多人冇諗到，如果你喺香港發覺你自己同香港社會格格不入，咁你好難喺香港生活得健康。我就奉勸你應該移民。但係移民去邊度呢？咁係另一個問題。你去到另一個國家，又係咪同嗰個國家可以能夠好好嘅良好嘅適應呢？嗱，我最近有個朋友，佢就話想移民去葡萄牙，結果咧佢去到葡萄牙之後咧，發覺到原來啲葡萄牙人咧講英文都唔係好掂嘅，而佢自己又唔識講葡萄牙話，連西班牙話都唔識。咁你點會可以喺葡萄牙能夠適應嗰個社會呢？係能夠社會適應良好呢種咁樣嘅健康嘅概念呢？所以係好難嘅。啊，你移民邊度？甚至你話呢個移民大灣區，你唔知道喺中國生活啊，即使喺大灣區啊，佢哋裏邊都有好多潛規則係我哋香港人唔了解嘅，所以一定要能夠有一個良好嘅適應呢，然後你先至可以能夠好好地生活。嗱，講翻儒家嘅養生之道呢。儒家嘅養生之道其實係重視到頭先我哋所講健康講嘅第4樣嘢，就叫做道德健康。孔子講個説話叫智者樂，就仁者壽，認為咧係有仁心嘅人咧就一定長壽。咁呢個係一個佢認為一個必須條件。咁但係問題咩叫做仁者咧，就好難解釋嘅，因為孔子咁多學生咧，佢對人嘅解説咧，都係人人不同啊！比較搶啲學生，譬如范遲佢講話仁者愛人，愛人就得啦。你同顏淵嚟解係孔子最好嘅弟子、最叻嘅弟子，佢就講克己復禮為人，咁就變咗係一個好深奧嘅解釋。嗱，呢個仁者愛人啊，呢個講法咧，其實我哋用一個通俗嘅説話咧，其實都解到咩叫仁者，就叫做啊與人為善。耶魯大學曾經跟蹤過7000個訪問者睇佢哋嘅生活嘅情況，就認為咧，發覺到所有與人為善嘅人咧係比較長壽嘅，就可以同儒家所謂仁者壽互相呼應。嗱，其實講仁啊點樣界定咧，我哋唔一定從正面去講，可以從負面去理解點樣可以能夠做到仁。孔子有個學生係我最嘅喜歡嘅，呢個學生叫元獻，元朗嘅元。所以喺《論語》裏邊咧有第14篇咧，就有一篇叫《獻問篇》，就關於元獻問孔子嗰啲嘢。嗱，元獻曾經問過孔子，佢話：阿老師啊，克伐怨欲不行言，可以為人與？咩叫克伐怨欲咧？克就好勝，克服嘅克啊嘛，克就好勝，伐咧。討伐嘅伐咧，係表示咧係自己讚自己自誇，怨就抱怨，欲就欲望多，不行言即係話我呢4樣嘢都冇，我又唔好勝，我又唔自誇，我又呢個係唔抱怨，我又唔多欲望，咁係咪叫做仁啊？即係問孔子，嗱，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孔子點答咧？孔子話：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即係話咧，如果你能夠做到呢4樣嘢，唔好勝、唔自誇，呢個唔抱怨、唔多欲望咧，都係非常之難能可貴。但係究竟係咪叫做仁呢？我都唔知啊。其實呢個咁嘅答案咧，可以講到至少係達到仁嘅第一步。你能夠做到呢幾樣嘢咧，離仁呢個境界咧，其實都唔遠嘅。咁但係我哋再問一個問題。
你話仁者壽，我哋就再探討孔子嘅學生最叻嗰個叫做顏淵，咁佢應該係最懂得咩叫仁嘅，但係佢點解短命呢？嗱，歷史記載話佢咧係呢個29歲，全頭都白晒，一早已經頭白。然後咧喺孔子世家亦都提到顏淵係32歲就死啦。點解咁早死？歷史唔知，我哋睇電影一出戲叫做《孔子由周潤發做孔子》噶嘛，做孔子嗰出戲咧就裏邊講到顏淵係點死嘅，就講呢個孔子喺周遊列國嘅時候佢啲書跌落嗰度冰河嗰度，講顏淵奮不顧身入條河道同老師拎翻啲書上嚟，但係佢已經係俾冰河浸咗咧，可能係搞到肺炎，但歷史係冇記載呢樣嘢。我哋反而懷疑顏淵呢一個記載就孔子講顏淵嘅特色叫佢一啖食一瓢飲，在陋巷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呢個就孔子讚顏淵，就話佢一啖食就我哋今日講長期食飯盒，一瓢飲一杯嘢，究竟我可能一瓢飲係唔係酒嚟嘅？應該係水，一杯清水，一碗飯。一碗飯盒長期咁做咧，就變咗係營養不良，所以佢變咗可能佢咧搞到佢身體唔係咁好，所以佢變咗咧係唔能夠冇懂得呢個身體健康，可以能夠係多病。呢個係我嘅懷疑啫，係咪咁就唔知。但係你睇翻孔子嚟講，孔子同顏淵係唔同嘅，孔子就非常之注重飲食衞生。所以我哋講除咗仁者壽，你嘅道德健康之外咧，其實平時嘅生活起居咧，其實都係附帶條件嘅。孔子變咗，孔子佢最大嘅名句就叫做有八不吃，啲嘢擺耐咗唔食，陳舊咗唔食，即係話佢唔食隔夜飯嘅、隔夜菜嘅呢個係叫做啲顏色唔好，色惡不食。味惡不食，呢啲嘢變咗味唔食，呢個變咗色唔食，濕淫不食，即係話煮得唔好，或者係嗰個係煮得太唔夠熟，太生唔食，有啲蔬菜肉如果唔新鮮嘅唔食，不時不食，唔合季節嘅唔食，就好多飲食條件你叫個肉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連嗰啲醬料用得唔好調味料唔夾佢都不食。所以孔子係一個好識飲識食嘅人，所以呢樣嘢都可能造成孔子都係一個長壽嘅人。你知道咧，我哋講人生就70古來稀，孔子就活到73歲，算係高壽啊。咁仲有一個人咧比佢更活得長壽呢個就係孟子。孟子就活到84歲。我哋講孔若成仁，孟若取義，所以唔單止係仁者壽，義者都壽，有仁有義，佢其實都壽。因為你見到咧，我哋講世界衛生組織講嗰個叫道德健康啊嘛，道德就有仁亦都有道德，有義都有道德，都一樣可以長壽。尤其孟子，你講佢咧，其實佢係游說唔同嘅皇帝，佢係好懂得點樣適應個社會，點樣能夠係一個好好嘅心理健康，個 EQ 好嘅孟子。譬如話佢見到齊宣王齊宣王，你唔好同我講仁義我好貨好財貨我中意揾錢，我好色中意女色。咁孟子即刻同佢講唔緊要王如好貨，與民同樂，與民同好，於王何有？與民同之。王如好色，與民同之，於王何有？唔緊要你問題同老百姓一齊享用咪得咯。所以見到孟子個心理健康同埋嗰個社會適應能力其實都好勁嘅。咁我哋講翻孔子孔子當然仲有其他嘅秘技達到長壽嘅目的，因為孔子呢個人呢，佢唔淨係講仁，佢有好多方面嘅一個旁證指出孔子係點樣注重健康嘅問題。第一樣嘢，
孔子仲有好多方面嘅興趣，例如佢咧係識彈古琴，佢去齊國聽咗韶樂，三月不知肉味，音樂可以養生，唔淨止係仁者獸，仲有佢嘅問題，佢係好有各方面嘅技能，佢係禮樂射御書數，又係射箭專家，又係詩歌專家，係修訂呢個詩經，咁亦都係咩？仲有喜歡咧就係教導學生，誨人不倦而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呢個就係孔子嘅特色，所以呢個人咧係一個好全面嘅，有呢個朋友好關係，而且仲有喺儒家裏邊一個好重要嘅內涵，就係中庸裏邊講嘅喜怒哀樂之未發為之中，發而皆眾節就為之和。呢個和呢樣嘢咧，而家孔子所講，佢話禮之用和為貴，但係問題和喺我哋嘅易經嘅概念係代表一種身體上、心理上嘅均衡。任何事能達到個均衡咧，喺你嘅新陳代謝嘅均衡咧，你嘅身體就自然能夠健康。所以我哋個和係代表和諧，代表和平，代表呢個係和悅，代表呢個係祥和，代表中和，全部都能夠完全嚟到我哋有呢個咁樣嘅好處咧。所以我哋講嘅儒家裏邊嘅養生咧，通常我哋講嘅係你注重除咗個道德健康，仲要注重埋其他嘢。如果你唔注重嘅話咧，咁你即使係仁者，你都未必能夠一個健康嘅身體。嗱，我以舉一個人為例，就係我哋講唐宋八大家嘅首位人叫做項羽。佢當然係一個儒家嘅信徒，因為佢諫迎伐屈，佢又斥伐又排伐喺唐朝啊。然後佢就寫過一篇文章咧，係一個古文評注裏邊好出名嘅，叫做《祭十二郎文》。咁項羽講到佢個兄弟十二郎早死，然後佢自己講，佢話吾年未40，項羽話佢未夠40歲，而視茫茫，睇嘢都唔清楚，可能有白內障，而髮蒼蒼，未到40，啲頭髮白晒，眼睛都睇唔清楚，而齒牙動搖，嗰啲牙都鬆，會爛牙甩牙。所以我咪40歲未到，你係肯定唔注重口腔清潔你平時唔勤於刷牙，亦都可能令到你生理上咧，可能都出現好多由口腔帶嚟嘅毛病。所以項羽咧係一啲都唔長壽嘅。佢雖然係信奉儒家，我肯定項羽都係仁者，但係項羽只係活到56歲，唔係好似孔子咁活到73歲。所以我哋講仁者壽，基本上係一個道德健康，呢個道德健康係帶埋其他方面，身體健康心理健康，我哋要同時注重，然後你先至可以達到我哋叫做仁者壽。道德健康係一個必須條件，但係身體健康亦都係一個充分條件。而有兩樣嘢達到咧，然後我哋先至係能夠我哋所講嘅養生而得到健康嘅呢個咁樣嘅目標。多謝大家，歡迎大家分享、讚好同埋訂閱。拜拜。